拉姆納拉揚拉姆第113小組會知道自己的重要性，但外人無須知曉。我會向某個人下達直接命令，由他傳達給你，但其他人不會知道這件事。命令必須毫不猶豫、毫無懷疑地執行。你必須獻出你的鮮血、你的生命，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來完成這項工作。你必須遵循各種政策，不擇手段地完成任務。為此，你有時要扮演克里希納的角色，有時是羅摩，有時甚至要裝瘋賣傻。你必須制定策略，以謀求全體的利益，不能有疑慮或猶豫。工作就是工作，不要分析。因此，在你們之中將有一些特殊的人選，他們的身份不會被別人知曉。你將私下接到一些秘密命令，我還會再次任命幾個人，監督這100人的工作。為了再次觀察該組織的運作情況，我還會任命其他人。如果我必須通過4個人來傳達我的意志，我會及時通知你們。